岁，你18岁，今天上老还差不多。你18岁，姐姐。你旁边配合。中国的一有米土呢，这懂一。他哪有细水用過用米土啊？哦，係啲下講嚟。老年大擂台，老年向下來。三國真的很太哦，太好，那就吃饱。對，那個中氣真的十足。嘿没？係啊。哎呀，我们每天都在锻炼的就是这个中气啊。吃这么多为什么？就是为了中气。像一種嘅衝法，一種嘅 power，從客家本身會變用嘅。就會咁用啊！同山高台灣嚟唱一下。係，對。同山高台灣，無半點錢，三萬大兵江山鋼鐵，傲嬌錯自己失眠，唔是蔓延，世事推推去。用天cam傳家，兩三百年冇改變，客家精神冇破退，永遠永遠。咁要乜嘢冇用？所以感覺你哋懂會唱嘅一個歌後，然後再唱客家本色。哇，唱起來氣勢磅礴啊！咁要哇，改天呢，反正沒事，我們就來秀一下。好啊好啊。那麼好的歌喉，啊你鄉親朋友嗰啲，你聽到佢唱歌。那喺講太自家就冇一來避水嚟啦。唔會。給大家洗臉。好啦，講死啦，太自家就唱啦。不同領域啦。其他都好高一啲啦。冇，人家也是很積極的，好不好？太自家係冇，唔係來教嘅，認真來避水啦。認真的避水，好啦，全部懂認真嚇。來，介紹評審員長來。70位先生，宋飛儀先生，劉少奇先生，馮義興先生。高壓淘汰賽比賽規則，答比選手演唱藝術歌曲，分數最大嘅30，還有冇達到88分嘅人暫時淘汰。來，這位老師講一下今日嘅評分嘅規則。好，大家好，先恭喜大家今日聽一輪嘅比賽，今日比賽人都高壓淘汰賽哦。係。用蠻講高壓咧，所以講你一開始咧唔但唱愛用大家比，咩用係啊，咩用自家比。佢所講基本嘅音準啦、咬字啦，還有感情調熱之外，還上到上一個階段評審先生攏講，那邊改進啊，那邊變較好嘅地方，你都要注意到，好冇？佢所講強樣啦，雖然講嚴格，唔過不用輕鬆，好冇？加油！好。TV 係主家庭帶來黃田不負苦心人。好來聽我啦。唔好言明白，唔好談緣法，命運是假路安排。人是海浪，有高也有大，一
顺顺家庭那个好，对对对，国文家庆哈，对，家庆。安也算退休嘛，忙啦，还忙退休哎，哦。忙退休，还加34年呢。隔30年了，系啊系啊，哦你做的条路真辛苦啊。很辛苦哦，做环保啊，环保兼并哦，环保兼并。环保是哪方面的？就是废弃物处理啊，资源回收啊，外付地球啊，用啊，嘿啊，七家做呀，嘿，比如讲像工作那个没啦，我就全部做人工厂、学校啊，用。哦，工厂学校。哦，毛细哎，做，工厂的个垃圾啦，嘿啦嘿啦，跟做的回收的东视察与西，输转了就是哦，这真年轻辛苦。冇那样啦，常讲那样用经验气冇出，经验不错。这个崩盘。真的吗？真的，因为大家环保意识抬头了嘛。废纸存到口人丁啊，3年前啊先口。你加钱冇安好。差很多啊，差很多。个塑胶类咧。啊，该唔是讲，该都冒然后变垃圾的。以前做的回收了，将了电的了都全部变垃圾的。真的啊！全部送去焚化炉烧。买条拜是唐国的那个正言法师讲，我们用你们的双手，是啊，把垃圾变黄金，这是不变的道理哈。没有错。好，反正都有限时间通过的嘛，好吗？可以了，对，来，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哦，阿 King 讲好，先因为伢工作啊，先着在这边向你献上最敬礼，好，谢谢。对，来吃到你今边头一个的董事合面，不管你穿作案样啊，也系讲创案的歌曲，对于后生人来讲非常有说服力。谁说客家歌？长辈不能来唱，不能给年轻人一些好听的感觉。对，那第二系一本当到来参加流行组的朋友的建议还有鼓励哈。还有我讲到唱歌的，其实那首歌应该当熟弹起来哈，唱起来没有力哈，唱起来那个感觉是很符合丰田不负苦心的感觉，我很有那个抱负哈，然后很想要往前冲。有一件事情来弄讲，可能唱歌的习惯后背。给尊严嘛，有冇？尊严你会拉，然后再抖，其实是好的，是你的武器，是你的铁石。唔讲我知道，你哈萨人吃宽呐，莫按抖，莫大鸡乱唱。譬如讲，有心唔惊风狂雨有太，你用白唔爱准你冇？嘴巴张大。就唔会准诶，好，后背丰田不负苦心人，这样的准，我觉得会变得很有特色。减少那个次数的话，就会有亮点，好吗？给你表现到吼，加油！谁能没有，有两位近期的主持人都我准了，是两位。看到我准两位近期的主持人啊，哎呀，客家本身200年我都唱到差不多用20分的里面差不多了，差不多。阿不要吃饭饱就会还好。好，来，看一下客家本书。看一下主家听个分数。这个本书应该还可以，还不知道。看后背有吗？看后背还有气味啊，还有气味。别抽走了啊，哦，安住先。别抽走了。TV 今年抽金球。沙来，陈有贤带来一条法术game。等可能啊。
就不同情。何贤厚，医生你好，好，哎，你今年值得请问贵庚吗？我今年28岁， 28岁，今天有上老还差不多。你们18岁嘿？姐姐我你旁边哎喂，又不舒服了，对不对？哎，28年华，刚刚好，嘿对，但是28岁。对呀，条歌出来已经要30人一演了。年岁哈，我吃西糖也出国都吃台西哦，哦，按公不你大吗？哦，是熊 C 打从娘胎就可以开始听了哈。哦，对啊，妈妈就很喜欢这首歌。媽媽會唱歌嘅，我從好衝那條歌嘅，好唱客家歌嘅，好衝下歌誒，所以我聽一條熊 C 最印堂啦哦，所以難怪今日要唱安陽年頭嘅歌嘅。幾啊條都唱歌嘅時間啊，就都同別人教啊，就年教就好起來，就好起來。人家說小時候的記憶特別好，長大就唔記得了。對啊。現在還好呢，未來你才知道。對，你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你更知道。他這首歌也是他少數會唱的。哎，少數會唱幾句的。對啊，哎，你平常你都是唱那個比較 rock 的，這種較小調的東西應該。啊，其實如果是吉娜的話，對啊，我覺得她是很好的示範，因為你可以用她，因為她可以唱很高，她可以用小調歌後的方式。誰可以唱很高？你啊，小調歌後的方式來唱，我覺得不錯。哎，吉娜表現一下，因為觀眾朋友啊，對你唱歌嘅呀部分，好奇哈，哎，比較好奇。好奇是不是？我可以唱2句就好嗎？那歌詞敢唱給我可以唱那個，我這邊，阿哥送你一條髮束巾，好吧？來啦，你可以的。掌聲歡迎吉娜。居然還有歌詞這回事，好，謝謝大家。一條髮束巾，求也用到底，一若春寒也細聲，本愛向你行。阿哥送我一條髮束巾，情義自前進，束巾送面繡的情雜絲，萬古千秋不同情。他一百本來準備好來了哈，謝謝。對，好像有點落差哦。哎，跟榮泰講，其實他也是凡人哦，他也是要練習的。對，也是要練習。這種唱歌一次用100就好了。對，因為這就是小時候聽的，那沒有一直唱，長大就會忘了。啊，你剛剛講的，對不對？謝謝。所以改天再好好學一下。愛老人好一下。好，這樣好好唱啊！哦，好累哦，主持。那邊欣賞的，費欣賞。我覺得呢，你有非常厚的音色，對你唱歌其實有一個厚度在，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錯的地方。可是如果你前面 A 段的時候不要一直往前衝，一條髮束巾呀，當你全部都是這樣。一條髮束巾，求年用到底。你稍微讓自己想象一下，聲音不要這麼的往前。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放在這，唱到這邊就告訴自己，我只要唱到這裡就好了。一條髮束巾呀，到這裡就好了。你回去試試看，你要現在試也是可以。我覺得不要一直往前唱，好，讓自己聲音回來一點。然後到了副歌的時候，你再回復你現在這個樣子，那個層次就出來了。好，彈起來就冇空用了。好，然後這是給你一個建議。再來呢，我覺得這首歌在高音的時候，你有點這樣太這樣子唱的話，可能你的高音就會比較不好。回去多練一點，讓自己的高音能夠往這樣，不要只是往前面衝的時候，你就會拉着喉嚨。好，用身體的力氣哈，幫助你的聲音再往上一點，可能會高音會更好一點。那記得有一些角度也要把它修掉。
好，会更加好，好，加油哦！来，看一下大家分数。看一下陈玉贤的分数。60分。哦，现在排名第一。对你目前第一名。我后面还有6个。希望后面分数比你低啊，你就第一了。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啊，太这么好的事。对。女神黑猕猴嘅。好啦，下一位，下一位，你希望跟你有关系，嘿嘛？对啊，对啊。有妈个管他。哎呦，来董建总，董建总，嘿个妈妈。哎呦，妈妈安尼做就本播一下，请妈妈出来唱歌的来。下一位有唱嘅係昌喜敏帶來嘅《細妹》啊，對不起，榨茶聲。这个拍照有看到吗？你没有看到还要再大吗？我看到羅哥就是想要《細妹》安家，看到你看到矮。这首歌也跟我画上等號都錯啊！昌喜敏。好，所以做得係雜菜細妹，係啊，細妹人講。榨茶細妹。來，談一下雜茶細妹。两位主持人好，阿妹，阿妹含杯哦，阿妹厲害呢。對啊，唱到愛有蜜頭啊。这样唱可以吗？哎呦，可以哦，可以，跟女兒唱的各有千秋。跟女兒拼了。對呀，而且我發現它還有那種演嘎味道。嘿，哦，後面尾音還會有那講幾毛拼勁，勇敢山啊。它會有那個有詹雅文的那個 feel 啊。這無簡單呢，要練習的，要練習的。平常是接唱詹雅文的歌的嘛？有，他那個修出的人會唱嘛？會。修出的人。那他鼻音了。那蔡秋鳳了呀，那已經蔡秋鳳了。那是鼻音蔡秋鳳。鼻音那個太多了。哦，那詹雅文也是有一點點。我喜歡他的歌。你喜歡他的歌會唱嗎？一點點的唱厲害。唱什麼歌？青菜啊，都都對了，都可以啊。歌詞我記不起來了。記不起來啊？那有記得起來的歌嗎？沒有，就想修出的人，忘記了。好像大家就只會一句，只會兩句，老闆差不多。對，不好意思啦。不會啦，不會。這現在就拜那個 KTV 所賜了。因為大家已經看習慣了，看習慣歌詞，看了歌詞就唔是記歌詞。因為我較早講，頭擺講真的啊，要配一條歌要兩三遍、四五遍都配了。係啊，我平常歌我都會唔記得。對呀，真的。平常我也很少唱歌啦。很少唱歌，是以前啦。以前因為他們小朋友小的時候，我會
哼几句给他们听，这样。我只哦，是带着去卡拉 OK 啊？没有啦，很你要没有就讲嘞，突然一冲狗，给顺风狗。有，他曾跟我去过。曾经就是最会唱哦，那么厉害。对啊，他们小时候的时候就随便培养就这样。啊，厉害啊，两个母女。他也有兴趣啊，还有兴趣唱歌。这样不会失和吗？不会，期望量的全部逆比的。我希望哈，对，看一下欣赏。谢谢。来，有老师。欣赏。刚才讲到哈，就是喉腔共鸣那部分呢，哈，张雅文比较是喉腔共鸣尾音推到这个鼻腔，哦，那个蔡秋凤她就是鼻腔共鸣比较重。那你那部分呢，哈，大部分是在喉腔，所以你要优点就是嗓音懂平稳，那个亮度很不错。但是有个缺点就是狗音那部分呢，哈，你可能你在冲的时间你还狗音要出一点点力的，你没出力，对嘛？你冲到变平平。有3、4个字哦，咬字哦，还有一点点飞平，其他其实几首完整，我感觉都唔会差。我觉得你声音蛮有潜力的哈。谢谢评审老师。要大表一下，好，来谢谢。好，按照来，看一下大家分数。唱片们嘅分数。反然一细。其实辽子歌咏可以唱得很好的，就是说你可能动舌就尝试这种曲风，所以你唱起来就。音字带数字，等人花才是。按屯呀，落寞就会互相研究歌有样唱。佢講係唱，唔唱，但其實唔會唱歌嘅，唱不跳。你要唱下比，你係落寞唔會亂搞呢。看一下唱片們嘅分數。係。謝謝。我已經很棒了。你已經懂腔啊。對啊。真厲害啊！我又要學客家話嘛。對啊。唔咩客家人啊？唔咬絲啊，咬髒啦。咩客家人？河南人啊。我台中人。台中人啊，根本客家人啊。係啊，對啊。但是應該講叫應該冇同我講嘅啦。同我講嘅，但葱還是應該咬字哈，有的咬絲可能唔髒。母親髒啦。輕輕的練，我會練。這樣已經不錯了啦。你會練得不錯。我會盡量練習。第2名。盡量練習，謝謝。謝謝。好，就這樣子，謝謝。好嘞，好嘞。差嘞，吳彩子帶來愛辦歌。來，彈過來。愛打扮，扮台大領錢扮姐，愛好扮女實挑戰，愛扮雜就同扮馬，扮馬切扮老扮人，逐絲扮爬中扮人，扮人一絲絲，從頭向古別下人，羅用不同要溫水，客家扮人要含要甜。愛鹹又愛甜，來到客中猜你先，愛錄hip hop，打扮唱歌，吊定影客錯，識扮彈唱歌，歸攏破咯，上潮彈歌，要定時來錯，錯人定彈歌。唱歌，吊定影客錯，識扮彈唱歌，歸攏破咯，上潮彈歌，吊定影客錯，錯的定彈歌。
姐姐，彩珠姐你好，与时俱进啊。嘿。你特别上来比赛的时节，唱的歌曲都较有年代，较传统的，正宗味的，还有上个客家的创作音乐歌的，因为挑战一下自己，挑战一下子啊。对啊，这个很不简单。一般像较壮皮的，比较自己的舒适圈。对呀，那我已经唱这种歌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很爱再唱个后生音的歌的，个着旋律的歌曲可能我无按速度吧。哦，但是你今天唱得到吼。挑战自己。系啊。对。为什么会敢这样挑战自己？按用这唔会老年痴呆症。可能会新的歌呀，日日出歌的，有迄海流强的歌，好唱海流强的歌。本身係海洋音。應該講海流。講海流。啱媽講詩嘅，講詩嘅，啱媽講詩嘅。媽媽講詩嘅，阿星爺講出嚟講海流。啱爸講海流啦，我沒講詩嘅啦。跟那個陳偉如的歌。係啊，雙班我要唱兩條歌嘅。你本身咩樣就好，就唱海流嚟哦。那就恁阿媽講嘅冇。對啊，對，唱到好唱嘅東西，你出現嘅表現，有的好唱朋友講，哎呦，哇，你會唱，那個是有一點成就感嘅。係啊，很感動誒。真的。好來，唐局長嚟講評啦。你講你爸爸講詩啦，媽媽講回流，變成講你兩種都會講嘛，對嗎？你給不給感覺就是比較輕鬆，讓我像送從兩首歌曲。其實兩首歌曲你可以唱得很好的，就是說你可能動手就嘗試這種曲風，所以你唱起來就後面的拍子你就跌板了吼，你講板啊，你是跌板了沒？但是我覺得你很有實力，然後唱歌笑容又好，非常的棒，繼續加油。那今天的失誤你不要擔心，讓自己的自信唱出自信來，加油。好，是啊，先生。好，來看一下兩個分數。好，可以哈，彩子嘅分數。按勇敢这样的挑戰，結果分數就含87分。沒關係。喊100張來。喊100張。每一天咯。跟每一天。搶石頭太啲啲。係啊。嗌到咩動希望，先生嗌到咩動希望。係啊，其實彩子，我想我想要給你一個建議哈，我覺得這首歌其實你可以唱得很好，因為我覺得你一定要再唱這首歌，千萬不要。因為根本你嘅分數冇按夠，你就放棄。好，我給你一個建議，這首歌根本你嘅 key 太低了一點。建議你再高半 key，因為前面雖然是唱念，可是一定有它的一個語調、韻調在，你的韻調都不見了，所以說講話的韻也不見了，一點點的基礎的音也不見了。好，這是因為你念得低。如果你的 key 再高半個音。可能你在念韻方面跟曲調方面，你就比較能夠上得去，比較能夠到那個音。因為我聽到你還有你的高音的地方，你可以唱得到，而且你還可以更高，沒有問題。你整個唱出來，你的聲音的厚實度是非常厚堂的，非常好聽的。所以你千萬不要因為給不你的分數你就失望。以後你可以再挑戰這首歌，但比今天的 key 再高半個音，你試試看，我覺得你會唱得更好。加油！我覺得是很肯定你的。好，OK，那就不好意思了哈。先休息哈，大家能知道短兵用白，我不轉了嘛。討論一下。安子姐，好，謝謝，回座休息。好嚟，撒下來。好，撒下來，原本組帶來捱起二經驗。嚟睇下啦。
文竹你好。你好，好。你好。嘿，好，第一摆来。第二次，你双摆那个来。麦克风坐在哪里？哦，弄下落麦向下来。按屯呀落麦做要非常研究过的样创对。自讲爱创啊。讲唔创，安好。我以前唔会创过的，全部都。你要向下比，按呀落麦唔好乱搞呢。系啊，自己留一手。唔会啦，唔会哦。唔会啊。佢講唔會啦，我急忙撇清，冇。全部有搞記哦。有。他叫我嫌假落麥先創一遍，比糖叫做印糖假落麥創的。哦。結果創出來全部假落麥的影子。係嘛？技巧會創啊！技巧會創，某一天啊，分數冇出來唔對哦。係啊。對吧？叫看分數怎好，來先唐先生講評，那邊。這位老師來。而家太緊張誒，體責任就走脫咧。而家練習係冇安，體責任打責任都唔係行到那邊南講去嘅。按你正經，唔講同你去，你這個創進來吼。我先攏講，你啲練歌嘅時節，唔但唱唱有啲念冇，念歌詞嚟件事要做冇。我攏講來做。來念歌詞張頂用版啲那幾嘅時節做得溫馨。故所講啲唱兩首歌曲，你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講，你唱過因為冇用念歌詞，唔用唱嘅，你唱太念嘅，因為你唔會溫馨。譬如講你念大隻金子送俾你，表示愛心意，安尼最有感情。唱落去說大隻金子送俾你。表示愛心意，係咪差咁多？你唱嘅太嚴肅，冇辦法表現嘅感情。古所講那練溫馨，愛念歌詞。唔過有隻當厲害的地方，所以你身體律動動好。譬如講唱歌的時間，你的律動是很棒的，你會這樣子抖，你會這樣子，就是表示你身體是很自然的在啲歌底外度合為一，只是你不會用而已。好，再加上小 Ken 老師的伴奏這麼好的話。應該律動感要唱出來，這個是比較較大聲的地方啦，好唔好？你要上運動好，希望有好嘅分數，不管係幫用辦戲，要加油嗬。乃龍講多練習對，會進步。好，謝謝。謝謝先生。好的，我哋聽下幾個分數啦。分數嘅分數。88啊，分數。但是按個呢，流行歌曲做嘅現場較嚴格啦，較嚴格啊，叫要求我較希望較好啲位。係啊係啊。好，謝謝。回去多練習。有可能是你妹妹的關係。亂叫。真的。不會啦。不要懷疑哈，這個。不會啦。是不是？錄音檔拿出來檢查一下。知人知面不知心，對不對？雖然姐妹哈從小生活到大，對。誰說虎毒不食子？對呀，同樣進入戰場。親姐妹都要明算賬。對呀，怎麼有可能讓姐姐好過？好慢用啊，講笑講笑。來，先這邊讓我好，沙雷。沙雷人啊，強項誒，用禮帶來誒再次纏綿。我哋等下啦。在空空，記個笑容，想在空堂，記個相擁，想在強強，見一個樹來見，想在
哎呦，妹妹好，那么高贵啊！好，唱完还谢谢，谢谢，应该要翘个小指。哎，我平时欣赏就让加分，真的很高级耶，穿礼服。比较纳闷，对啊，你怎么那么多礼服可以走得走啊？哈，我是讲过的咩？我朋友。也在卖窗帘哦，有点像。所以你准备16套衣服是吧？哦，真给，真给准备好了，对啊。所以你有把握，你可以进入6强，进到后面。我没想啊。没想哦，唔过我头弄唔住，我记得去歌词嘛。哦，因为我以前的比赛有一个外号叫做，那叫做那个忘词大王。啊，尤其礼拜有迄要先去查个版权问题，做得冲，样做得冲。我以前学的歌你啊全部做唔得冲。哦，有地位啦，有地位做唔得冲。你啊就变讲譬如说我你遐有过关的下一关。我养你学都半个月的时间了。你们要学哪个歌？系啊，都给你唱。什么超过16首？谢谢。伊讲其上节目啊，本来伊希望较端庄对不对？他希望有一个有偶包就出来。对啊，对啊。他认为他有时候讲话不太得体。会吗？对啊，会吗？还好啊。不会啊，很得体啊。我都不得体的。对啊。干嘛要得体啊？你看你变Q 花白柳，一起歪楼。吉带快挨。哦，挨啲，睇自家都会吉带快。安尼节目好宽啦。系啦，应观众要求啦。自然就是美，对不对？对，唐欣赏公平来。谢谢。丽如姐，今本日耶稣歌曲你唱的非常有感情，你的感情非常丰富。你知道唱完以后，我跟所有老师互看一下，因为我们感受到你要表现的这个感情，而且我觉得你进步非常非常的多，这一点是真的很棒的。好，前面那个 A 段，我很喜欢你的尾音。收得很漂亮，好，这个是很多歌手不容易做到的，就是尾音收得很好，好，但是我觉得你就是在唱歌的一些技巧上面跟诠释上，你可以再更多的进步。举一个例子，副歌 Kona， 我们说 Kona 是 Kona， 对不对？不是 Kona， 所以你要 Kona 改，不要这样子去唱它，好，就会比较可惜，但是在后面的那个梦啊，哎，你看梦跟 con 就不一样，梦就是在里面的，对不对？那个地方你就诠释得很好，所以你要记得有 con 有梦不一样，好，3个是不一样的，你的那个诠释方法要把它做出来。这首歌我相信，因为都没有发表过，你今天可以把它唱得这么好，你可以再更好，也许它就是你的歌。好，谢谢，谢谢，什么欣赏？欢迎他努力的分数。谢谢老师，什么？提名，哎，容易啊。但都没提名，全部提名。因为要叫什么分请5分呢？哎呀，请5分啊！什么的？然后你要去打酸呐！不要那么假掰了你。明明就很开心。对。什么？好了，公益。谢谢。来，这是。莎文，妹来了。妹来了。啊，对。眼里只带了新冠宝宝表。哎呀，而且很有心机的妹妹，对。行起路来又唱，行起路来就唱。你是不是乱教你姐姐？没有。根本你还这样用这个88分。其实真係我媽要唱歌呀。係啊。
你好，妹妹你好，妹妹姐。金娜妹妹好，金娜变漂亮变瘦了。啊，对。金妹俩鸡巴最重。她瘦几公斤你知道吗？最少目测7、8公斤。哦，不止哦。不止。她瘦。本来传说20，现在又胖回5公斤。又胖回来。那你瘦了15公斤啊？真的感觉不出来。真的。你是就该有的还是有啊？瘦到哪里去啊？啊？看不出来吗？不然等下我私底下给罗哥看。罗哥他有，他衣服都松了，你没有去。以前变都是紧的，对。以前穿应该是紧的啦。对啊。好了，你莫透露你在发脾。我们赶快回到姐妹戏强这件事情上。对呀，你是不是乱教你姐姐？没有，还当认真教呢。有啦，有认真。真经当认真。这因为得88分的。其实生中我妈要唱歌的呀。两个意思讲，你请我唱就唱嘞。伊做天爱，他退休了哈，做天爱去卡拉 OK 唱歌的呀。我就突佢出来唱歌的呀。佢讲来比啊，就讲好啊。你老去搞就错嘞。係啦，搞到向下來比賽。搞到唔好啦，歹勢咯，歹勢。唔會啦，今日冇一聽啊。今日唔去唱線上搞啦。係啊。嚇。冇時間啦。當到沙琪啊，要吳志前、吳志麥雞啊，佢安尼沙琪都會唱線上嚟搞啊。我哋就注意唱歌嘅啊，出去表啊，唱歌快樂就好啦。係啊。其實也對啦哈，唱歌真係當快樂一件事情。對。唱翻譯就好。翻譯就好啦，你冇聽啊。這邊唱都好。係啊。對。來唱，蛤蟆老師。麗珍哈。係老師。我有發現哦，你非常有自信。好，你看眼神，你看動作，你看，尤其哈，那個參賽者哦，最強一招，不管你去入圍決賽沒中央哈，給唱歌給 feel 給律動哈，你今天抓得很穩。謝謝。我覺得這懂難得嘞，就上台的時候我緊張哈，一般的國術這個律動會抓得不緊，或者抓得不是很穩，然後會很緊張。你當做國術也準備愛用你哈。其實你這個自信度、唱歌熟悉度、肢體語言、眼神動作，還有這個配曲各方面拍子都非常到位。但有一個小小的地方哈，作為那種建議哈，你所有共鳴腔都在喉音，還有什麼問題？你看，就像剛剛前面那個老師講的哈，沒就是說你不能全部在喉音，有聲音歌，多情郎，你要有低音咩？多情郎一多情郎，多情啊，都在喉音，萬年有福氣，就所有共鳴腔都在這喉音，它是不對的。所以呢特別注意啊哈，所以其實我感覺你今天表現得非常好，當然那是姐姐還妹妹？姐姐哈，太10歲。看得出來，怎麼會大10歲呢？失禮啊，老師。沒個意思，不是我的，你要這樣講就是說，很像我們姐妹只差2歲，對啊，看起來就是像同學一樣，有冇空用來風格？那當然姐姐這個孔融讓梨那是應該的啦，哈。那阿姆哥這剛是講某音符研發，就慢慢在練習，我們在這個妹妹當前導，姐姐繼續再來拼。好，還好嗎？好，那謝謝你什麼？看看眼睛整個分數。分數。很高分哦。什麼嗎，先生？这位老師，你沒有覺得他是那個？他剛剛說他是鴨子。冇啊，因為我第二邊看哦，那蛤蟆老師果然名不虛傳。在唱歌的時候應該要做配音啊。真的，因為哈。不是每個人都跟蛤蟆老師一樣，因為那邊他混，他可以用這邊聲音，我們不行，所以老師講的是對的，對不一樣。沒有啦，老師講我懂，超叔講我為什麼給他那麼高分？係因為講我這教育通感真嘅懂，我哋嗰真嘅冇好唱咧，我可以肯定你為什麼要教姐姐唱歌了，不管音準各方面，我都懂巧，好冇？加油哦，你本來顧啲分數，下步越來越難，看嘢。看你嘅方向都冇強樣嘅，好冇？加油！好，謝謝。先生，試過啲嘛？如果要不然我打破啊你，我都效果去，好唔好？好，加油！盡量，認真。好了，我做休息啊。什麼？好嘞，沙來你。沙來，從家賢帶來幾種法。來，彈開啦。將將嘅吧，一蕊花看起來就像人
都爱嘅不卡，开雷吧，黑阿婆跳那当给记中大，记中大，讲一条啦啦天空转风茶，哈哈，感到奈位，心肝精彩，心跳断一滴茶，记中大。你好，哎，你好佛系哦。佛系为什么？就是你抽了一个片机，他只把冲狗机抽掉。哦，就从头到尾一个表情这样。我还以为他从头到尾是这样子。没啦，所以就是很 peace 佛系。啊，椅子又坐了1/3那样。你是军人吗？军人没有。你记得读中药、中医哦，那他很厉害，这个学历又好，然后你又那么有才华，倘若你还学了很多，我听多乐器哦，会很多乐器，兴趣这样，有兴趣，他会作词作曲。是学的都是很精的吗？有几个是比较可以在台上表演的。有几个是，那其他就是有几个是，对，有钢琴。对，钢琴也是从小练到大。3岁半开始学。那已经炉火纯青了。没有。对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乐器？还有什么乐器？中阮。哇，那个乐器会那么多样，那会不会乱掉啊？就是刚开始学会还蛮乱的，就是那个指法会全部混在一起。对，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样。对啊，要弹吉他，弹成贝斯。对啊，很厉害，要栽培学那么多乐器也是不简单。不简单，而且要有这个兴趣的啊，也要有这个天分。而且你刚刚说他会作词作曲啊？对啊。对。其他狗尾他歌还被买了呢。也买了。对，有4首这样。那你做好又是谁帮你编曲？就是我跟弟弟一起编。你弟也是音乐人哦。对，我们会一起玩音乐，一起讨论，就是一起玩音乐长大。那 vocal 是谁唱？找同学朋友唱。不是你自己唱？没有，就是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我通常都是在幕后弹 keyboard。那你为什么想要走到幕前来？因为跟朋友吵架了，只好自己出来唱。挑战一下自己。挑战一下自己。对。哦，不过对了，就是看你选择了哈。对。作词作曲不错啊，不错，很好，谢谢。等一下可以看看分数之后再决定。而且因为都是要调基种把那条国文模后窗啊，真的不好唱。对，不太容易能够表现得很好。但你今天唱得很有味道，来听一下王老师。那首歌曲靠着唔好唱，你现在那首歌曲调上来有唐语功法，我发现你讲话也是这么样的轻声细语哎。佛系。哦，对呀，那首歌曲。不管是任何一首歌，它一定有强弱。那亚洲国 Q 几种法，它的一个副歌的地方，哒滴哒哒滴哒滴滴滴滴，这个强弱你没有把它做出来。其实我很期待哎。还有你今天这一首歌一开始的，我发现你在换气的地方，你从国 Q 你给 one key， 我发现你有时候好像没有很顺。还有你那个紧张是所有参赛者都会紧张，紧张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你猜第一句哦，猜假雄，你那猜那个口型就不大对了。一位歌者，他是讲你唱的歌曲，你弹唔声，你得给唱嘛改，或者有点混淆。那发觉你的口齿很多那个字都包住，然后我听不清楚，我要很仔细听才知道你在唱什么，这是你的问题。所以哦。不是你这一首歌，你还有你从任何一首歌曲，就是说，
不管你什么腔啦，像我们四县我们的客家话也什么牛平啊，南部的腔有很多啊，但是你要让我们听得出来，听得清楚。你记得冲嘛该，所以说这首歌，因为你的换气的问题，你的共鸣的部分，因为冲国你要讲到技巧，像其他老师讲的技巧共鸣的部分，其实这是很多不可能这么简短就跟你讲那么清楚，但是给你一个重点，你的歌词先把它解决，所以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共鸣的部分你自己多练，你会乐器嘛？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我声音怎么样出来是好听的，就像你弹乐器一样，怎么样发出对的声音，这是你要去注意的部分，还有强弱要特别注意了，加油啦！好，谢谢。嘉轩，我有想要跟你补充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也许有一天你可以挑战成为一个歌手。好，今天你在唱没有关系，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好，因为这首歌你一刚开始整个 A 段唱完，我心里只有在想，为什么这个人气这么长？我发现你的气比别人更长。我看原来你会吹管乐。好，所以你的气很长，对，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所谓换气，对，换气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我今天要告诉你，换气有问题，就是不是你所有的气很长，你就一口气唱完，再加雄嘛，该呢，快点一律讲，这是要分开的，不能再加雄一律哒哒哒，一律发哒哒哒，全部都一口气唱完。好，这个是你要去调整。未来你要怎么去选择换气？你去看一下这句话，你用讲，你用共发，就像哲伟老师说，你会共发，你把它歌词念出来。这个歌词，像我现在告诉你，然后我会换一口气，你唱歌要拍子怎么样？因为怎么样这样，你看我断气断在哪里？不能，你以后唱歌你要拍子唱在哪里？因为你怎么样？听起来就不一样。好，怎么样去让你自己知道怎么换气？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可以参考，换气从哪里换，逗号在哪里就在哪里换。好，加油！好，来看一下两个分数，看一下总加现的分数。91分呢？那有机会。对啊，有机会啊。那应该没有问题啦。系啊。今日应该唔会被人淘汰啦。應該所以來希望啦。好，恭喜哦！恭喜！還在畢業當中，謝謝。淘汰賽啊！係啊，可以先過咗淘汰，影響到冇辦法咧，係咪？好啦，嚇，安尼都今日就進行今日嘅比賽啦，好，接受評審先生。好，立秋霞先生，林占一先生，曾明珠先生，天秋風先生。接受睇到講下嘅，公平一下，唔係公平啦，講那個賽制一下。評判嘅規則啦，規則。哎呦！今日係當建中嘅淘汰賽啊！安樣扮嘅歌關，控制個實力啦！我唔記得歌詞，冇跌板啊！人民做不一講，表情會刺眼，不用強鬆，希望你哋全部能夠過關，加油！加油！就咁簡單。冇嘛，要基本嘅注意啦。係啦，加油啦！嚇，準備好嘛？準備好了哈。OK， 好。OK， 好。接受 TV 係羅世賢帶來評判。好嚟。
很好哦，真的，个糖伊创过会搅人的，系啊，四阿妹诶，哦，哎呀，小朋友啊呢，学山歌啊，讲真的较上高，嘿，啊，真的创到真的。有韵味啊！有韵味，有个小阿妹的那种娇羞感。对对，哎，看得出来客家吼，一种传统歌曲吼，有希望，有太希望。尤其一般哎，安尼海鲜的时间，我记下真是，小阿妹啊，那比啊，传统组的全部都唱到同好。啊，因为有喊4个，你还没偷一道各种。国三而已，国三，哎呦，国三开始这个功课也比较忙，比较多。会考，对呀，因为我还有时间来练歌的，很强。星期啊，哦，系啊，今日有放乐器的，乐器啊，锣鼓点的对不对？没有哦。所以传统的啊，就传统乐器就全部有好了。哇！因为你有安尼兴趣哦。哎呀，叫兴趣啊！你怎么不会想学一点西洋乐？有啊，没有哦，我全才嘞，冇很油就冲嘞，全部一起搞来。有啲哦，对啊，那种全才通常都是冇朋友嘅。宅女，宅在家里，其他都不敢搞。很有才华，很有才艺。好好发挥哈。好。不然你客家传统歌曲安尼，可能也就好上一片发扬出去。好，加油。路要推脱嘛。系啊，仲係會路。路仲係會路，慢慢地推脱。然後傳承下啲人。叫幸福啊！一度路啊，幸福，有做乜嘢？路喺邊邊哦？路誒。係暗亮嘅。好啦，嚟，唐一下先生嚟講邊。唐一下先生。你呢山歌哦，一首歌就4季8節。4季8節有主創，牛師歡喜。一方面也有主創，我相信呢幾首歌唱起來就圓滿。不過你唱得好，俺呢讓康思念。哦。啊，你幾十了隻詩啊，幾十了一度，你幾隻詩再轉下圓滿就會較好。啊，還有這時段我感覺你小學嘅後輩嘅樹音聽夾到，一下就熟悉了，那就比較大聲。這表示講你強弱，你注意運用，要麼運用，你冇一下捱到氣就中氣，你後輩嘅樹音嘅時候，你比較氣不足，樹音比較短。另一方面，你係能夠改進，那十全十美加油！好，什麼先生？係啊，好嚟看一下佢嘅分數嚟，好，嚟看一下分數，羅志賢嘅分數。就是西門，係冇問題嘅，什麼先生？你們本意淘汰唔會？唔會。好啦，恭喜哈，恭喜哦，去做休息哈。沙來，係為係彭新發帶來嘅廬山歌。嚟，等我啦。唱山歌。
年纪呀，一生若难。谢谢。哎呀，来讲好。也退休的哈。退休嘞，退休的啊，退休来唱歌，真有限哦，唱歌的咩？係啊，無錢無閒嗬。唱歌人唔會變老，身體會健康。唔會差啦，對嘛？唔會差。所以唱歌種菜啊，種菜啊，閒下健康。閒的時間要種菜啊，種菜哦。我加天堂島啊。哦，天堂島就出嚟，地主就出嚟。咩天美牙，可以加種嘅。加種啊，加種嘅哦。唔是啊，唔是哦。哦，反正人就閒閒啲嘅人，就提供啊，無營養無硬硬嘅，我就做種。哦，都係講得，閒住好閒睇嚟咩？啊，加到哦，本來我種嚟菜嚟食啦。哦，種得。種得到誒。唔會到啦，以後是做啦。以後是做啦，都唔是自己買到咗啦。哦，有咩青島咧啊？邊有菜價菜價貴啊？閒嚟做價咁易貴啊，貴到嚟種啊樣啦。哦，啊冇中醫買嚟啊？冇啦，就去拿去啦。中醫買太多咧。中醫買啊，個體質唔輕嘅。可以種咪種嘛，我煮咧，我煮咧，我種唔得。反正是也退休嘅，閒唱歌嘅種菜，啊帶筍嘅，啊啲好嘅好命啊。我們人生咗呢，去河巴來唱歌。真係好。去河巴順唱歌。真係。唱歌要啦，要呼吸新鮮嘅空氣啊。對，好好享受啦。好，安尼從頭要談一下先生的講評。張先生，好啦，先發哥哈，帶了樂山歌哈，廣東講哈，你40年嘅唱腔標準呀哈，即講人個韻腳嘅韻味啊，做得非常好。人最主要嘅缺點係乜嘅？人個運用嘅韻腳嘅力度還要加強，嚇。韓國呢，做係音色啦，做咧發聲呢都全強音。啊，比如講面前呢，有限時間，蒼山高難。你面前呢個地方哈，你看人家聲音出去嘅，播出嚟人就會啲，你睇沒有啲咧沙聲，啊，你講嘅唱。前強音嘅發聲嗬，同重音，啊你話朗調亮度，嚇我加強啲，但是以技術嚟講哦，算非常強嘅，嚇。好，謝謝。阿橋啦，唱歌阿橋啦。排勢，我嚟補充一下。安尼新發歌我甲安尼林老師講嘅嗬，韻腳做得也很好，哦，但是說樂文運用除了冇注意因為咬詞。哦，我有講過，我非常注重咬詞。啊，幸好康也是。錯，必須成個就會啱嘅。那會有缺點咪講出嚟，下回有機會你才會進步嘛，係嘛啊？好，唱山歌咧，唱山歌時，你是聲音就個林老師講嘅，就講那數標，你冇講適當，所以後背適當，有感覺唔會甩音哦。還有客家強調，唔係強調。你看到跳起來，客家強調唔係調絲啊，強調客家強調，你個調絲放調哦，還有好韻唔係好韻哦，你第四句好歌你要唱哦，但你第三句好韻唔係好韻啊，好韻能起。沒好運，好運能見。啊，由於你顯示成個感覺多少有噪音嘅啦，嗬。啊，基於其他先生唔啲本人樂文分數，但是因為很嚴格，我就必須基於就做博熱鬧嘅人。啊，了解哈，謝謝。下回有機會加油。好，謝謝。準備好。冇按改啊，講真。好，謝謝。好，來睇下盤數，嚟。睇下彭顯發嘅盤數。唱歌嘅一樣呢歌咧。
这懂一。他哪有细声用我有胃口啊？哇，来批他讲哪里？西方酒你唱歌哟，属于那种较摇派的。哎呦，哎呦讲。看一下旁刑法的分数。好。你谢谢林总。哎呀，对呀，希望后辈。都不意外，对，拍拍啊，哦，反正谢谢，别亏他哈。好，下来，王小云带来的片板。摄影机唱歌的，一有咪头呢，这懂一。他哪有细声用我有胃口啊？哦，来批他讲哪里？有啦，有细声啊，有。意思讲唱歌有传统咪头，这轻松哎，有动态上无啊？上改动态。上改动态啊，讲法行下态。动厉害呢，也今要退休的啦。系啊，但佢特别下么时间做纺织厂工作。纺织厂，给用时啊，台湾那个纺织工业哇很多嘛。哦，非常蓬勃。家下细人的哦，全部去靠纺织厂的钱来学嘅。哦，正经系，台湾嘅纺织厂很对，很蓬勃。后来就变夕阳工业，但现在还是有很多呢，纺织业还是有一些都不错。慢慢的，那个形态冇共用的。纺织业做完以后可以做铁工啊。哦，铁工差很多，反差很大的。对啊，但绑铁的以为冇啊。那用手铁的。手铁的呀。电焊。电焊。那电焊用那钢架。钢架工诶。无中生有的条路啦。按七家，七家的钢的铁的。哦呀，钢铁的。无看，我家讲。铁的没用雕的对。铁的用雕的，不过吼，较细有人的吼，是人工做的啦。人工去钢的啦。哇，你身体一定动天，石头绑你些冇问题。系啊，动作的，他们冲狗的讲法就那个上鬼啊台，係咪？你體驗衝狗就係用叫佢，做得人就叫佢。然後衝狗出啲唔啲啊？我點樣嘅咩樣用啊？好啦，等下先生嚟講。民族先生。
好，秀人姊今日安排了是平板山歌，了是种平常讲法腔样，哈，所以如果我乡土的面是行腔做润方面啊，比较下老实的唱法啦，哈。但是你哈因为有歌唱比赛的关系嘛，先生一定让你看样把人来到吼小节要注意啊，安样面吼，主要是一下落歌的时节冇按太长，到了心，嘿呐，所以变成他每一趟的素材，你一听就着素材会忽然间呢太上起来，安样会吓到人啊。所以你自家专业一定要用帮人研究看样，自家唱歌做得较比原熟的位，吼，嘅欢喜的点素材安样人，吼。歌词配按熟的是做的唱下人润的位，捏到了心呐，该唱歌本人感觉有只画面出来，吼，真是我是看到一只眼光人安样人的感觉啦，吼，所以你自家要去研究，吼，因为你唱有按多年的嘛，吼，所以。继续嘅努力好冇？好，好，加强哦。好，谢谢老师。补充一下哈，体育嘅时节哈，除了热到15哈，嘅热兴热上司哈，唔准讲热，唔使唱到热，哈，使变到各位哈，各位哈，很多啲嘅超会热，唔使唱到超会热，哈，系，所以很快就加各位系注意下，哈，加油。好，谢谢老师。小问题啊，注意一下，对啊，唱歌 A 型啊，这位冇问题，好，来看一下大家分数，看一下王小雨嘅分数。米孝酸，米孝酸啊，前面米孝酸就带罗哥酸，没，跟前面有，哦有呀，好了，啊这谁？杀来，杀来，用归来，带来3个字，来等啦。你好。哎，特别介绍到人家个乐水先生，如果到我们林贵人，偏偏贵人，对啊，好眼就会挑嘞。哎咩？那走秀一下嘛。为嘛？跳下来。走秀。不过今日吼，啊特别讲一件事情就係，两条裙吼，喺我社区嘅关怀老人据点呢退休的那个教官，他今年78岁，然后他做了一套一样的啦哈，上衣一样的，他特别交代我说，桂兰。
你什么时候要穿给我看？啊，我说好，明天我要去露营，我就穿你的这一条裙子，然后我再到时候播出的时候，我会请你看。啊，我唱几款哦，嘿，好看啊，嘿啊，好看，哎呦，78岁哦，真的要走台步呢，真的，对啊，来，跳他行他，你要介绍给他看，你就这样走一下。哎，我就不要行，我要摆真的，那这位接受，你看过林志玲嘛？林志玲行嘅舞台秀，就会哎呦走秀那个。其实讲起来吼，我亲手看电视，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全部伫个关怀老人据点。对对对，我负责8月主办龙年假设35场。真的很有爱心哦，对对对，哎呀，对，也有喜者，心肠又很好，係啊，係啊，歌又唱得很好，冇啦冇啦，你喊白咩會攞啊？係啊，喊白也喊忙咯。其實你啊，嗌咩屬於一本人照顧嘅。係啊，滿65歲就就符合了。做工差唔是錢，是吧？半價，人生70才開始。對啊，我媽一票朋友這樣坐公車不用錢，這裡去哪裡去？哦，一下好多湯水，一下好係啊，當然就要用坐公車。所以要做福利的，社會福利，讓老人朋友哈，年長的朋友，不用花錢，可以出去撩的哈，一伙啊，哦，安尼從對唐先生的講起。許峰先生，今日你歸來吼，家己看也係很講哦，許峰先生，紅鞋女孩，唔看，唔講唔見本日吼，創嘅可能吼。人家上摩多嘅醫療吼，按如硬綁上去吼，佢就了了個係實力地位啊吼。從那個體團時間，該兩是堂含授課做的，當然你係三個字啊吼，人家指頭先生，你係用白吼嘅準衝啦吼，但是人家嘅氣啊吼，除非來到唱歌，你可能講甲班人來嘅人吼，一隻氣吼，不較好的，不較順的位，哎樣件好冇？好，加油啊！先生，先生，你要注意啊！好，什麼先生？看分數，看一下用貴了的分數。就是很多的，恭喜你哈！在別當茶，很子些哈。好啦，殺下來，係為彭錦秋帶來羅山歌。來。
你好，祝请休息好。哎呀，佢唱歌哦，属于嗰種較搖派嘅。哎呦，哎講啊！哎講啊，係啊，也其實搞唔做人哋搞係嘛？嚇？係啊，我先生懂撒嬌。哦，難怪啊，就天天好欣賞你好哦。來自個呢花蓮，豐年，係未青島嘅客家鄉親吼。花蓮那個65%客家。鳳林鎮啊，對啊，它屬於原住民區啊，客家人當多，去到嗰度，但去到嘅唔讀到嘅原住民朋友，唔哋講客話必然一定係爭。啊，有沒有啊？文化交流，真的啊，就是奇怪，那個客家族群也進入到那邊，哎，他們融合以後，哦，好朋友啊。哎呀，這變成客家話嘅啊，就粒粒骨，就種泰安鄉樣嘅呀。泰安鄉好像也是很多原住民朋友，嚯，嘅客家話都講到懂標準嘅。係啊，係啊。係啊，嗰邊學安尼客家歌曲嘅資源可能冇咁多哈。而家咩要歌有版？要歌有版，但係大家都係用嗰種休閒嘅心情去打，係個充快樂嘅交朋友，係退休嘅嘛，係退休嘅，係啊。啊，日嘅版有冇當到啊？同學鄉阿姨好嘛？一般差唔多一般差唔多33。啲花蓮嘅好花蓮要33，青島咧。當到安尼吼，朋友好安尼客家文化歌曲。但係年紀全部青太，我算係下後生嘅。算係細阿妹就錯。要記好啦，分享哈。謝謝。安尼唐先生嚟講評咧。謝先生。你上任講到出版啦。能夠講咧，佢啲不多咧最浪地位嘅，但是我感覺唔清可惜，冇嚟按高音啦，做個阿鳳講唱歌真嬌，葉先生9年按嬌，唱歌表現當自然真好。山歌做到吊歌嗓啦，吊歌嗓，但是你要問你啲歌嗓運用得好，你係靠唔嘅功力啦，咁咪春到人間百花香。冇唱到百花香，100，你兩個3、4、5、6、7，100、200、300、900，冇100，紅咗到阿伯，然後啦，100阿伯，紅咗到嗰種嘅時候。百花香。還有透心涼啦，萬山講咧，素人可能是因為佢來唱，按來啊強乜聽咩佢來啊，講看佢是一團戲啦嗬，後來還有唱聽，嚇長得會嗬，透心涼，萬山講咧，素人會感覺就比較好弱掉，唔過因為佢歸屬歌嚟講，整體嚟講以後，所以佢咪係本人就鼓勵，唔過我下邊本人就建議你起唔按歌。像阿鳳佢都唱歌啦，嗬，你真啊佢都唱高音，佢咪唱到當自然，但是你哋啊係盲了這個功力，所以記得啦，家講嘅重點你注意啊，加油！神來天先知道。來看下文書嚟。係啊，憑清書嘅技術。好嘞。係哦。只要唔好講出來。講出來佢要叫死一本啊！叫死一本。係啊，呢本書應該係做得。做得冇問題。要叫死一本。恭喜！什麼先生？嚟，對面度坐。沙來，係咪係黃小梅帶來一片白？等我啦。沙雷啊，天哪裡？黃小梅，呢啲黃小魚。姊妹啊！姊妹係。叫阿爸，叫阿妹。要來。有寒了是那姐。按哪個音啊？一半。對。有沒有倒音？會拼來拼去這樣。拼來拼去。還用過花就唔錯。拼來拼去。
徐伟杰哈，要位主持人哈，名的吼，一个王秀梅，一个王秀云，哦，姊妹啊，姊妹嘿，哦，叫阿爸叫阿妹，有啦，很老正经的。哎呦哦，呀姊妹啊出来编哦，系啊，这修动啊，都鼓励韩国嘅杨理事长，一直在鼓励我们，这个讲要传承客家，冇爱本来啊。五音不全啊，就冇买讲出来咩？不会五音不全，懂我啊？对啊，这就是为了杨理事长的鼓励，我才敢踏出来啦。对啊，反正也还是算退休的时间嘛。退休的时间。啊，自己歌唱班的好多没有展现啊。就去叫他来咧。安好的舞台啦，本也好好的展现来唱歌啊。有点老年大擂台本来都有这个机会。如何露面一下？露面一下，登上舞台。登上舞台，我真的是有生以来最高兴的。对，那至少就说，哎，我还上过电视。对，电视，妈，我上电视了。亲戚朋友看到说，哎，小妹最近要上电视哦。对啊。都是有个 YouTube 的时间啊，哈，出来的时间就是用赖传播亲戚朋友看，上电视。群主太搞笑了。对吧？唱下唔好听啦，唔会，系啊，唱欣赏共赏底。对，那边欣赏的共。赞欣赏。好，来小妹哈，人声音吼可以讲是非常的有魄力啊，有足哈。但是呢，唔变到唱了山歌哈，怎样出头路等去，哈，那加强的是树音方面呢。你知归属的像也用唱喊出来啊，用方式哈，用来去体我上海人嘅声音喉咙嘅问题，个人晓得树音，哈，你讲山歌弄得完，我晓得用韵脚，系你最主要嘅就两点哈，声音非常的亮，所以我加强了这方面，就像两首歌嘅天意哈，花泪了咩花泪，那泪系嘛一泪两泪。唔唱只淚咩？花淚嚇，花誒，呢個花淚連春風，淚嚇，呢種咧按我拗音腳嘅問題啦，嚇，呢種個嚇，來本地來加油呢方面，樹音方面啦，好，加油，謝謝先生。來，看下分數，看下王小梅嘅分數。冇一天，现在毕业当我错手了，可以，错手了，好嘞，杀下來，你新品帶來3個字。好嘞，等下啦。
你好，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人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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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自哪边啊？我都新竹咧，新竹，係啊，新竹哦，啊，聽乜影響啊來啊？我哋都是保育改善完的。哦，買李師總，哦，啊，剛剛那個是本用啦，楊秀梅，秀梅姐，我太太，你太太，那個是秀雲，就是小姨子，小姨子，哎，鬼父下就唔掉落鼻水咗咧。太家有興趣啦，太家有興趣是講剛剛哦，你抽到是哪一道？雷槍是雷槍，哦，是講這第一個是打發時間啦，聽一點講安從安呀，然後也打入台有一個機會俾人落，所以是。加減落嚟，帶到來落嚟，校園參加看。哦，所以迄夫唱婦隨，呀婦唱婦隨，啊，啲啊，我生意講兩三通有啦，通有啦。你啊，結通都話叫你啊，你接通了。我草尾啊，我卡個後尾這個搭太路啊，搭太路，啊，上要個佢衫那木啊挺寬啦。哦。啊，唔底很熱多用吧，結果到昨天下午4點多的時候就在歪了一邊了。哎呦！啊，趕快去把我2個孫子帶回來，我就去帶院了。啊。好。有檢查嗎？結果通通檢查好，差不多9點，差不多10點才回來。啊，我是說。我不行的，我跟那個醫生講，我說我面都有扣屍啊，不要幫我那個好嗎？哦。他說你這樣子，假如是緊急的話，你就下午趕快回來了。我說應該是不會啦，啊，你開個藥給我帶上來。哦。啊，他就開着藥給我帶了。哦。啊，這樣子啊。哦，這應該就是有點像細菌感染。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叫咩唔知啊？叫他臨時嘅問題啊，用天氣多變化啦。哦。然後來講啊，補充。這個外這樣下來沒關係，吃東西總會跑出來啊。跑出來。對。很辛苦。那個很像麻，人家說打像麻醉術這樣一樣。對，就像那個麻醉跟莫剛剛流出來。好，他說就少吃一點。我說少吃一點。肚子會餓啊！少吃一點怎麼行？時間就長啊，時間就去他床啊，知道這樣。你不行，他行。我不行啊。OK，看不以後，民族先生。好，難怪我看唱歌嘅時候是冇麻力的，哦，唱到每一句每人咧全部是氣數唔拉嚟啦，嗬，佢可能要各樣啦。因為影響到你唱歌嘅力量，好冇照你像你按樣人唱歌應該啦，唔係講這樣學嘅啦，好，所以講人自家可以調適，好冇？慳擺呢執個加油，按樣人，嚇，我想講嚇，好好嘅平常心，按樣人是當腳好嘅，嚇，好，謝謝。好，唱歌咩以後嘛，嗰個聰聰就歪起嚟，聰聰一破了。好張咧。就唱出去嘅啦。係啊。好，來看一下分數，好嘛？來看一下你新品嘅分數。謝謝老師。唔係啦，一分數幾啲啦。都根本是家家一看醫生啊，看不以後將來。你還有帶藥啊咯，沒關係。沒關係啊，確定沒關係。沒關係。收得好。我買沙發本草嘛。係啊。壓米蟲，睡一下。加油，咱都是懂好的。啊，謝謝兩位。先坐下來，先坐一坐，坐得好。收得好。排泄啊，健康很重要，哎呀，你看他太太的那個表情，哎呀，好不捨，捨不得，很捨不得的。好啦，好，撒下來，來，入時限帶來片板，來，彈我啦。
太太陈太太哦，陈太太呀，好紧张。哎呀，好紧张啊！不会唱完了不紧张了啦。对啦，对啊，应该会比较轻松了啦。对呀，对不对？陈太太，你欣赏的好路人。哎，对，彰化人。彰化人，按呢？新新屋按哪家人啊？哎，一半呐，一半。对，有混到这样。哎，会拼来拼去这样。拼来拼去。那应该是对的。按用公话就不错。拼来拼去。对。讲稀稀两样。对啊，所以那伊厉害，我老公好路人。系啊，啊，其也算班在好路人。班在好路人，啊，来客家高创的比赛。对啊，那客家的文化，两公婆真的非常的推崇呢。正经呢。带一道朋友来，啊，加个邮局的，个条朋友，全部好路人。对啊，全部带来。对，他就硬要把我推出来。哦，他说他有。我刚刚学几个月。有什么鼓励给你啊？他说讲的很不可能的吧？我觉得他说你如果进入6强，给你一个10万块。哦，为着10万块。哇，10万块啦！它是一种激励的方式，我知道，因为经常我这种激励的方式很好。对呀，哇，比我们的奖金都还高啊，10万块。对呀，10万块给我可以减肥。对呀，我知道是不可能。不会啊，给某一天。没关系，要有信心，好不好？对呀。哦，对啊，如果不可能，那你叫你老公那个10万块给我们嘛。对啊。我们发给其他的参赛朋友。对，就是其他进入6强的朋友。这么大爱。好啦，来，秋风请上。你试下哈，可能有了緊張，人家想啊哈，冇完全來佢會發揮出來，因為人想應該人質唔會差啦哈，你從一落過嘅時節啦哈，嘅再啊哈，應該講山高了。cái sáng họ ở siêu sự, cho trong chuỗi thời gian là họ sáng nó biến nó rẻ này, cái câu họ ít khỏi sáng cái thời gian sáng cái sáng就变态的，cái sáng变態，anh này cái thắng khi đó họ cho cái美感，呢個客cái音樂嘅美感就走態的哈，韓國啊哈，從呢個偉大隊，唔該樹人嘅命運哈，做了無講當好。好，可能人家商人的關係啦哈。韓國最重要係有啲嘅話心情快樂，快樂咪係強調，你講快樂，嚇快樂唔係快樂唔係啊呢，嘅百樂動開嘅上就變態咧哈。係係強調嗬，嘅每人嘅時間嘅運作嚟無講千獎，好，個加油哦！謝謝。劉先生，歡迎夾個分數。係入時行嘅分數。謝謝。槍死。安尼對恁翁歹勢啊，吼，是的啦哈。冇要緊啦，暫時啦，暫時啦。槍死的啦。好啦哈，好啦，拍攝先做一邊當中坐哈。坐一下，坐一下。安尼今本夜安尼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啊，好中国的朋友夹夹的报名。夹夹打电话，0966676666，还有那个传真电话，0227778232。等一下他搞了报名哈。等一天发哦。好，来，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另外呢，我们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谢谢。好来，谢谢啊。是我们各位参赛者继续加油。还有那个小江老师，还有汪区的欣赏，辛苦了。谢谢老师们，谢谢。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大家了啊！下禮拜我們記得呢條就係隨時翻嚟，紐約大聯賽，紐約跳下來，再見，拜拜。